時間嘅朝早，好多人都會重複一套近乎條件反射嘅動作，撕開一包3合1咖啡粉末，嘩啦一聲跌落杯入面，倒入滾燙嘅熱水，攞匙羹簡單攪2-3下，一起袋就可以出門。成個過程淨係需要10秒，唔使磨豆，唔使燜煮，亦都唔使洗一大堆器具，一杯熱飲就咁做好。喺便利店嘅貨架、辦公室、茶水間、學校小賣部、火車站、自動販賣機。呢種包裝好熟悉嘅速溶咖啡，周街都見到係一代人刻喺記憶入面嘅味道。一個最廣為流傳嘅廣告語，再忙都要同你飲杯咖啡，陪伴住無數人度過好多忙碌嘅日子。好多人日日都飲，佢卻好少會諗背後嘅問題。明明冇人幫你現煮，點解粉末一落水就可以即刻溶，唔需要雪藏？點解可以放幾年都唔壞？呢杯隨手就飲到嘅飲品，背後係橫跨幾大洲嘅農業鏈條，精密又宏大嘅工業流程。而家仲有一段經歷過2次世界大戰嘅100年歷史，佢早就唔止係一杯提神飲品，而係一門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嘅龐大環球生意。連住熱帶山坡上面嘅咖啡農、巨型工廠嘅生產線，同埋世界每一座城市入面嘅普通消費者，睇一組相當震撼嘅行業數據。全世界每日有數以億計杯速溶咖啡被沖調飲用，消費規模仲不斷擴大。行業機構預測，去到2050年，全球消耗量幾乎會翻倍。淨係雀巢呢一個品牌，一樣每日嘅產品銷量已經好驚人。計翻落嚟，全世界每1秒就有幾千杯速溶咖啡被沖好。睇翻全球咖啡總消費量，每飲5杯咖啡就有1杯係速溶。嘅市場版圖橫跨南美洲、非洲、亞洲，養活全球數以億計。靠咖啡產業揾食嘅人，由生喺熱帶枝頭上面紅色嘅咖啡漿果，到罐入面乾燥又黑嘅顆粒，要經過震動採收機器、濕處理、加工廠、烘焙車間、萃取生產線，再經過高溫噴霧或者零下50度嘅冷凍真空工序，一粒果實行過上萬公里嘅路途，最後變成我哋手上10秒就沖得嘅飲品。好多人有個根深蒂固嘅誤解，以為速溶咖啡係近幾十年先出現嘅現代產物。其實可以溶於水嘅咖啡粉末，研發歷史已經超過100幾年。故事又由1901年講起，旅居美國嘅日本化學家加藤悟理喺布法羅泛美博覽會第一次公開展示可以直接溶喺熱水入面嘅咖啡粉末。呢個係人類歷史上第一份實驗室做出嚟嘅速溶咖啡成品。不過呢個早期發明受當時技術所限，一樣並冇大規模商業化，淨係停留喺實驗展示階段，冇走入普通百姓嘅生活。真正將速溶咖啡推向大規模量產嘅，係一位比利時裔發明家喬治華盛頓。要留意，呢個唔係美國開國總統，只係江口同名。20世紀初，佢優化整套脫水工藝，做出第一款可以大量生產擺上市面賣嘅速溶咖啡產品，正式將速溶咖啡擺上超市貨架。而令速溶咖啡傳遍全世界嘅，就係戰爭年代嘅特殊需求。戰場上嘅士兵根本冇時間慢慢磨咖啡豆等咖啡燜煮，萃取戰場需要嘅係撕開包裝，一倒熱水即刻飲得到嘅提神飲品。方便嘅速溶咖啡就咁成為軍用口糧入面好重要嘅一部分。跟住軍隊嘅運輸網絡去到世界各地，好多海外服役嘅士兵仲同呢款飲品起咗個親切外號，叫一杯喬治，用嚟紀念成功將佢量產嘅喬治華盛頓。去到30至40年代，美國市場對速溶咖啡嘅需求已經去到數千萬磅。喺環境惡劣嘅野外營地，一杯熱咖啡係高壓疲憊、惡劣天氣之下，士兵為數不多可以抓住嘅溫暖同慰藉。戰爭完結之後，呢班飲慣速溶咖啡嘅士兵返到家鄉，亦都將呢個飲法帶返日常生活。速溶咖啡就咁由戰地營地一步步走入千家萬戶嘅廚房。我哋好熟悉嘅雀巢咖啡誕生嘅契機，都係一場產業危機。1938年，人造最大咖啡出產國，巴斯咖啡豆嚴重過剩，大量咖啡豆堆積賣唔出，成個咖啡產業面臨好大壓力。巴西政府主動聯絡雀巢公司，希望企業諗辦法，一仗將過剩嘅咖啡豆加工成耐存放、唔容易變壞嘅產品，
雀巢嘅科研團隊花咗幾年時間反覆鑽研，終於研發出遇熱水就可以快速溶解嘅咖啡粉，Nescafé 就此誕生。呢個名係由 Nestlé 同咖啡兩個字組合而成，一款原本用嚟消化過剩咖啡豆嘅產品，最後變成賣到110幾個國家嘅世界級咖啡品牌，將賣唔出嘅農產品變成風靡全球嘅消費品。呢個都係食品工業史上好經典嘅資源轉化案例。一讀凍速溶咖啡，我哋要將細視線投向越南中部高地。咖啡傳入越南可以追溯到1857年，時至今日，越南已經係全球第2大咖啡出口國，僅次於巴西。淨係巴西一個國家就供應全球接近40%嘅咖啡豆。每年10月係越南咖啡產區最熱鬧嘅採收季節，滿山遍野嘅咖啡樹果實由青綠色慢慢轉成濃郁嘅深紅色。人類有個採收標準，當一棵樹上面95%嘅咖啡果轉紅就係最佳採摘時機。傳統採收靠人手逐粒摘，效率低，人工成本又貴，完全追唔上現代工業化巨大嘅原料需求。所以大農場會用好似怪獸一樣嘅震動採收機器，機器喺咖啡林入面行駛，機身有成千上百條震動桿，一條桿每分鐘可以震動上千次。機器慢慢經過果樹，喺每棵樹上面淨係停留2到3秒，靠震動將熟透嘅紅色咖啡果震落掉入下方嘅收集托盤。5個鐘頭就可以完成幾十公頃嘅採收工作，人工要幾十日先做得完嘅嘢，機器幾個鐘頭就搞掂採收，只係所有工序嘅開始。咖啡果摘落之後，一定要喺8到12個鐘頭之內送入濕處理加工廠。如果拖延，果肉發酵變壞，成批咖啡豆嘅風味就徹底碎咗。入到濕處理廠，第一道工序就係巨型嘅分選水槽。因好似一個超大溫泉池，成熟飽滿嘅咖啡果密度大，會沉落水底，未夠熟。品質差嘅果實比較輕，會浮喺水面，水流直接將次品沖走。淨係沉底嘅優質果實，一先會送入表面粗粗嘅旋轉滾筒，滾筒搓走紅色嘅果皮同果肉露出，裹住一層黏稠果膠嘅新咖啡豆，帶住果膠嘅咖啡豆送入發酵槽，用山泉水浸泡發酵熱4個鐘頭發酵。係一門好似驚豔嘅手藝，發酵時間有少少偏差，咖啡豆就會有怪味，成批原料就報銷。發酵完之後，咖啡豆沖洗乾淨，攤喺寬闊嘅曬床上面。日曬乾燥工人要定時翻動咖啡豆，等佢哋曬得均勻。日曬週期維持1到2個星期，目標就係將咖啡豆嘅含水量穩定喺11%呢個黃金數值。曬完之後，褪咗果肉果膠嘅翠綠色，生咖啡豆先真正亮相。佢哋裝入60公斤重嘅麻布袋，貼上產地同等級標籤，運去世界各地嘅咖啡工廠。呢度有個好多消費者唔知嘅冷知識：全世界商用咖啡豆主要分2大種類，阿拉比卡同羅布斯塔。阿拉比卡香氣柔和細膩，風味層次豐富，佔全球咖啡豆產量大約60%。但係佢好嬌貴，怕高溫，怕蟲害，怕病害，種植條件好苛刻。羅布斯塔就剛好相反，味道濃烈，厚重咖啡因含量更高，生命力頑強，一耐高溫同病害，對種植環境適應力好強。越南產出嘅咖啡豆95%都係羅布斯塔，而羅布斯塔正正就係速溶咖啡最鍾意用嘅原料，佢味道夠濃郁。經過高溫萃取脫水之後，依然保留充足咖啡氣息，提神效果出眾。市面大部分平價速溶咖啡基底都係睇落平平無奇嘅羅布斯塔咖啡豆。當一袋袋咖啡豆運到工廠，一等待佢哋嘅唔係沖調享用，而係一套嚴苛近乎殘酷嘅質檢流程。60公斤重嘅麻袋由機械臂搬運，既提升效率，亦都避免工人成日搬重物整傷身體。日日送上船麻袋，送上輸送帶，首先經過濕度感應器，含水量唔達標嘅咖啡豆合格原料繼續向前擊揩，探針去隨機插入麻袋取樣，攞樣品去化驗。之後物料送入分選設備，靠震動同風力篩走碎石碎豆、破損嘅糊豆。就算機器層層篩選，工廠依然保留人工品控。經驗豐富嘅品控人員要品嘗上百份咖啡樣品，淨係一粒壞豆都足以毀掉成批咖啡嘅風味。
闖過重重關卡嘅咖啡豆，迎嚟最重要嘅工序烘焙。原生嘅生咖啡豆聞起身係青草嘅青桔味，就係高溫烘焙，先將豆子入面封存嘅芳香油脂、風味物質釋放出嚟。我哋熟悉嘅咖啡香氣先會出現。咖啡豆送入雙層壁嘅旋轉滾筒，喺190至280度嘅高溫之下不停翻滾，一樣保證每粒豆受熱均勻。烘焙界有個反直覺嘅常識，佢顏色越深，咖啡豆爆裂嘅聲音反而越細，風味亦都更加醇厚濃烈。專門俾速溶咖啡用嘅咖啡豆，亦通常會做深度烘焙，烘焙得深，物質更容易溶解，配合後續嘅工業加工。高溫烘焙完咖啡豆，即刻倒入冷卻盤，大功率風扇向上送風，不停翻動，5至10分鐘之內快速降溫。鎖實入面嘅香氣冷卻之後，咖啡豆無日萃造咖啡粉正式進入萃取生產線。萃取車間可以想象成巨型嘅咖啡煲，容量有成幾千升。任務好嘅咖啡粉投入設備，用80到90度精準控制嘅高溫高壓熱水，將咖啡粉入面所有好溶解嘅風味物質咖啡因充分萃取。水溫控制非常關鍵，溫度太高會出焦苦味，溫度太低就萃取唔夠，味道寡淡。萃取完成之後，流出嚟就係顏色深刻、濃度極高嘅咖啡原液速溶咖啡，全部嘅工業魔法，一樣都唯有同一個難題：點樣將液態嘅咖啡原液變成乾燥、多孔、落水即刻溶嘅固體花粒？工業界有2條完全唔同嘅技術路線：噴霧乾燥同冷凍乾燥。2套工藝做出嚟嘅成品，成本同香氣表現差距好大。噴霧乾燥係大眾經典速溶咖啡最主流嘅工藝，濃縮咖啡原液，透過高壓噴嘴霧化，噴入溫度極高嘅乾燥塔，細小嘅液滴懸浮喺半空，仲未跌落地下，水分就被高溫瞬間蒸發，細密圓潤嘅咖啡粉末沉降到底部，就係我哋熟悉嘅細粉狀速溶咖啡。呢個工藝嘅好處係生產快、成本平，可以大規模量產，但缺點都好明顯。長時間高溫會消耗大量咖啡揮發性香氣，成品容易帶焦味，原有風味損失好多。另一條路線就係冷凍乾燥，亦都叫凍乾，成本貴好多，多用於高端產品線。邏輯同噴霧乾燥完全相反，唔靠高溫，而係靠極低溫咖啡原液再濃縮成濃稠膏體，日送入幾十米長嘅冷凍倉，降溫到零下50度，液態咖啡直接凍成一整片深灰色嘅咖啡，冰板俾旋轉刀片切碎，變成大小不一嘅咖啡冰晶，跟住就係凍乾最核心嘅升華工序。冰晶攤喺托盤，送入低壓真空腔體，腔體適度加溫，神奇嘅物理現象就會發生。真空環境入面，冰塊唔使溶成水，直接由固體升華變成水蒸氣被抽走，跳過溶化。呢個步驟水分完全抽走之後，剩低嘅就係內部布滿細孔，牢牢鎖住原本香氣嘅深色咖啡顆粒。讓普通消費者有個簡單分辨兩者嘅小技巧：顆粒有稜角，好似細碎冰粒咁樣，多數係冷凍乾燥感，產品質地細膩均勻嘅粉末，多數就係噴霧乾燥做出嚟顆粒嘅樣貌，記錄住佢曾經經歷過高溫熱風，又或者零下50度嘅冰封旅程，加工好嘅咖啡顆粒，仲要走完最後嘅罐裝流水線，成千上百嘅空玻璃罐喺輸送帶上面整齊前進，現裝球精準落料，短短幾秒就裝滿一罐先進嘅罐裝機器，1分鐘ก็可以灌滿接近300個罐大廠全力開工，一日產能可以去到10幾萬罐。罐裝完成之後，機器做真空封口，隔絕空氣同水汽，鎖住新鮮，再加蓋貼標籤，一罐罐全新嘅速溶咖啡裝入貨櫃，發往全球180幾個國家。由越南山坡上面紅透嘅咖啡漿果，一樣到屋企罐入面嘅咖啡顆粒，行過上萬公里嘅旅程，最後變成10秒沖得嘅一杯飲品。但速溶咖啡家族遠比大家想象中龐大，最出名就係3合1速溶。速溶咖啡粉、奶精、白砂糖，按固定比例預先調好，獨立細包裝，撕開沖水，一杯甜潤嘅咖啡飲品即刻做好。呢類產品喺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好受歡迎，成為好多人嘅日常。跟住就係高端凍乾黑咖啡，顆粒飽滿，香氣保留得更好，俾願意為風味使多啲錢嘅消費者。好多人唔知優質速溶咖啡唔係淨係可以用熱水沖，
經過充分脫水處理，溶解性極強，倒入冰水攪一樣就完全溶晒。夏天整冰咖啡非常方便，佢亦都唔係淨係直接飲烘焙圈子入面，速溶咖啡係廚房隱藏神器。淨提拉米蘇咖啡蛋糕嘅時候，用唔會帶額外水分，香氣又夠濃，比現煮咖啡好用得多。甚至佢仲跟住人類飛上太空，喺國際空間站速溶咖啡係宇航員嘅常備飲品。失重環境底下加水就飲到品嘗嚟自地球熟悉嘅味道。由軍用口糧便利店貨架，去到浩瀚太空速溶咖啡，去到人類足跡可以到達嘅好多角落。對於咖啡巨頭企業速溶咖啡，未來嘅南海市場並唔係歐美啲咖啡消費已經好成熟嘅地區，中國、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咖啡消費仲好低，一樣好多人仲未養成飲咖啡嘅習慣，係一塊好吸引嘅新增市場。對於從未飲過咖啡嘅人，撕開即沖香甜好入口嘅3合1速溶，就係門檻最低嘅入門選擇。某程度上講，一溶咖啡就係全球咖啡帝國開拓市場嘅先鋒部隊。速溶咖啡係工業化時代效率嘅極致體現。傳統咖啡要磨豆、燒水等萃取，而工業將呢啲步驟全部前置完成，一人人時間都好寶貴嘅時代。佢將提神呢件事做到平價、快捷、穩定。無論你喺上海、台北、紐約撕開同一款產品，沖出嚟嘅味道幾乎一模一樣。呢種標準化嘅確定感本身就係一種平又可靠嘅慰藉。但硬幣永遠有兩面光鮮嘅消費端，背後供應鏈嘅另一端有好多普通人睇唔到嘅現實。全球靠咖啡產業揾食嘅人口大約1.2億，當中80%以上都係小農戶，好多家庭掙扎喺貧窮線上下，我哋買一罐咖啡俾嘅錢，真正落到遙遠熱帶山坡摘果嘅農民手上嘅部分，少之又少。氣候變化更加係壓喺成個咖啡產業頭頂嘅巨大危機。氣候學家發出警告，去到2050年，全球適合種植阿拉比卡咖啡嘅土地會因為氣溫升高減少一半。阿拉比卡怕高溫，為咗生存越嚟越多，農民被迫改種耐熱能力更強，但風味更加粗糙嘅羅布斯塔，亦即係速溶咖啡最主要嘅原料。氣候變化令全球咖啡風味慢慢走向更加統一、更加厚重嘅方向。除之外，森林砍伐產業鏈勞工問題一樣都係行業唔可以迴避嘅課題。各大咖啡巨頭每年投入超過10億美元，改良抗病、高產量嘅咖啡種苗，幫扶產地農戶，希望維繫呢條搖搖欲墜嘅供應鏈。呢個就係速溶咖啡嘅兩面，佢係人類食品工業了不起嘅奇蹟，令一杯咖啡唾手可得。但正正因為呢份理所當然嘅方便，好多時候我哋會忘記，一入面10秒就溶嘅粉末，源自遙遠山坡上面一班靠天揾食嘅農民嘅勞動。回顧成個完整流程，每分鐘震動上千次嘅採收機器震落枝頭紅果，日水槽分開好豆同壞豆，日曬發酵處理生豆滾筒烘焙喚醒香氣，大型設備完成萃取，再經過高溫噴霧或者-50度真空升華，所有複雜嘅工業工序，成段100年歷史，跨越大洲嘅農業協作，最後濃縮成我哋手上平平無奇嘅一小罐咖啡。好多人有個誤解，以為速溶落水即刻溶係加咗特殊化學添加劑，事實唔係咁。原理係先將咖啡豆充分萃取成高濃度咖啡原液，再用高溫或者極寒將水分徹底抽走。成品顆粒入面佈滿無數微細孔洞，當熱水沖入水分，順住呢啲孔洞走入顆粒入面，一風味物質就重新溶解。呢個就係速溶咖啡落水即溶嘅底層原理。唔知睇緊片嘅你，平時會揀邊一種速溶咖啡？係隨手撕開嘅3合1香氣濃郁嘅凍乾黑咖啡，夏天沖冰飲嘅經典紅標，定係辦公室茶水間長期擺住嘅大罐咖啡？每一種選擇背後都係一整條龐大嘅全球產業鏈。如果你鍾意今次內容，一定點讚、追蹤、開啟小鈴鐺，同我一齊探索每一口美食背後嘅工業奇觀。歡迎喺評論區講下你同速溶咖啡嘅故事。